风台要来咯，早起分林种木果的农民是赶紧在抢收，种金蕉的农民嘛赶紧把金蕉树啊拔好安，避免去有风扇到。中华毛农民在抢收葱啊。农民将一粒木果放落来，向你保运车赶紧抢收。30号一下早，阮的奶奶农民加派人力，希望赶在风台来进前，会当收成偌济算偌济。 烦恼哦，规夜拢袂困的哦。有啊，无较紧的再收。嘿，风台来就无啥办啊。烦恼风台造成损失，阁启动叫龙。嘛无因差阿讲，伊所将金蕉的果树红拔掉的，因为金蕉一年收成上济2届，如果有强风吹倒，就会无收成。就是风台来啊，倒的金蕉有的就无法度收啊。来到中华，有产农表示，近期产量减少，产的绩效阁袂歹。 嘛，惊受来风台影响，赶紧来抢收。本来一分地，大人本来就头无啊，一分地留一栋足够啦，啊无留60-70%去尔。这个采收的时间点，一定要在台风来之前，把所有的农产品都采收下来。中华毛果农表示，这2天探到天气稳定，不管是火龙果、玉米笋等作物，农民拢加派人力来收成，要避免风台雨水将农作物拍歹，造成辛苦付出的经费恐惊拢会白费。记者向云林中华综合报道。